好，第七題咧要解一個咧係二次不等式。咁你望下呢個二次不等式咧，係個 A 咧係3嚟嘅，即係一個向上開嘅函數。咁我逢個二次不等式咧都係要咁樣畫一個向上開嘅函數噶啦。咁我哋可以撳下計數機，到底呢兩點係乜嘢咧？方文01就出到噶啦。一個係-5，一個係2/3。咁所以-5喺呢度啦，2/3喺呢度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再睇咯喎。咁咧，佢而家係要細過等於0嘅，細過等於0，即係攞呢個位置。咁即是介乎-5到2/3之間啦。咁所以咧，最後尾答案就寫-5細過等於 x， 細過等於2/3。點解包埋等於啊？因為呢度都包埋等於啊嘛。又或者你背開口訣嘅話，大過0係兩邊走，細過0攞中間。而家係細過0嘅，咁所以咧攞中間嘅位置咯，-5同埋2/3中間位置咁樣寫啦。咁 B 部分咧，佢就問啦，到底有幾多個整數係符合呢個不等式嘅咧？咁即是有幾多個整數係介乎呢度到呢度中間咯？咁好多同學咧都可能數咗5個。咁呢度數埋俾你睇啦。-5、-4、-3、-2、-1，有啲人冇數0，有啲人冇數-5，但係總言之就係呢6個數啦，合共6個。